設計師就喺空間嘅佈局度，為每個家庭成員喺工作同日常梳洗上做出獨立區域。呢度就有兩個夫婦啦，一個老師同埋一個攝影師嘅。咁佢哋嘅設計要求咧，每人咧就想有一個獨立嘅洗手間同埋工作室。單位有2間房間，其中主人房嘅佈局較為特別，有別平時將床放喺窗邊或者放喺正中間3邊落床嘅做法。咁我就呢一度咧就做咗一個 island 式嘅睡床，但係咧都有2邊可以落床，因為最主要就係個戶主啦，想每一個都有獨立嘅空間，咁所以咧我就將頭同埋尾咧就做咗一個衣帽間，同埋因為佢哋本身咧想做一個獨立嘅工作室，因為佢想喺做嘢嘅時候啦，咁佢哋每邊咧都會想用翻自己嘅台面去做嘢。而另一間細房係一個獨立嘅工作室，俾戶主夫婦有需要嘅時候可以一齊工作交流。佢哋都會去製作一啲 videos 嘅，咁所以佢哋本身可以喺個工作室嗰度咧，大家都會喺度溝通翻佢哋嗰個即係拍咗嗰個內容啦。大家想睇下做咗個效果係點樣，咁所以喺個細房嗰度咧，佢都會有時大家喺度會議或者 meeting 睇下，即係到後尾見到嗰個即係可能佢哋嗰個製片嗰個效果。而喺設計風格上面就運用咗近年新興嘅日式北歐設計，其中喺客飯廳就最能夠呈現出嚟。佢個燈咧，其實我就用咗佢都係一啲比較 natural 啲嘅和紙啦，去做咗一個室內設計啦，用咗另外一啲實木啦，咁都係感覺上係再 natural 啲嘅效果，就襯翻成個飯廳日式嗰個系列喺呢一個區域裏邊嘅。咁另外我自己就擺咗幾棵唔同嘅植物啦，都有啲係竹樹啦、竹葉啦，同埋有一啲瓷器，同埋一啲石頭啊。其實我都想擺喺呢一個 display 位咧，望落去咧都似多一種比較原始同埋一啲天然嘅元素放咗喺飯廳裏邊。另外，戶主兩夫婦中意睇書，比較少睇電視，所以設計師就摒棄咗用傳統家具，以一張長梳化正對住電視嘅格局，取而代之嘅係歐式嘅家私。即係例如啲家私，咁其實我呢一張凳同埋呢一張 stool 咧，咁我都係俾客人咧其實隨意去調動，咁令到呢個空間好似一個自然，俾佢可以做到可能聽下歌、睇下書同埋飲下咖啡，即係一個靈活嘅飯廳空間。另外，因應戶主嘅要求，分別度身訂做咗2個洗手間，並加入咗獨特天然、表面粗糙嘅洞石元素。喺男嘅洗手間咧，我就會用咗比較偏灰色嘅洞石嘅 ideas 咧，就放咗喺洗手間嘅設計。咁我撞咗咧就會比較係一個比較深少少嘅灰，同埋撞咗一隻比較米色嘅，咁令到成個空間平衡翻。